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12月24，提摩太后书4章16节到22节。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无人伫身边帮助我，大家拢甲我放杀。愿这个罪无归伫因，毋过主有徛伫我身边，互我有气力，通完整传扬信息，互所有的外邦人拢听见。最后，我有对狮的喙受救出。主会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，嘛救我进入伊天理的国度。愿荣光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甲伯基勒、阿古勒、甲阿尼色弗全家请安。以拉多继续踮伫哥林多，铁路飞磨破病，我甲伊留伫米利多。就尽所话伫当天以前来。优布罗、布甸、利诺、吉罗地亚，甲众兄弟姊妹，拢要甲你请安。愿主甲你的心灵同在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保罗的批信伫最后来对提摩太讲起，伊受济苦难中间，虽望受人的气杀，总是主犹原伫伊的身躯边，互伊有气力来完成福音的传播，互外邦的人通听见，也救伊脱离这个灾害。感谢主，保罗真做信仰水阁好的模样，互咱通学习。伊伫最后也兄弟姊妹来请安，互咱知，咱也常常爱为别人来祝福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